研究是那个山东昆明县里呢，承包，完了对了。吃日这么那个这个一个样子，新二个这个有个中产不然个吃大家有你始终那个养法比还是把你用于中西给你，个说有的点儿知识分子，个那个一讲，很多事儿这边就那始终讲法是维修比这个。始终讲是。啊，也是这个。在山东是吗？完了。研究是北京啥叫啥？北京养研究嘛是。最前的养啥叫兰州，西北研究也啥叫？啊。这个呢，个别亲一头儿那就可那叫。个别亲。个别亲人家提鼻子的个那会帮啥？完了。我大3年都不管大3年，现在这个人家飞机号吧呢。哦。个别个别些。我花那些多了，花那嘛也些用去了嘛，就吃一头那个这个，这次都想这次啥个不啥就去看，中产营养他那个，我心那不管。他不咋的十字的上养老鼠在周城黑那个，根根都就是，就跟的个情况详细个看结果。可能我感直接个都个手的买六级肯定个是。哦，跟那种产品是会讲。实际上那个外边的会摆。这今年不是这。这今年吧，这后来呢，这而且都影响呢，没让到革命做配置班可能清华那牛这一次可能牛皮腿呀，这快点儿什么啥子东西，这吃点儿个可哪儿把皮来做啥？哦。这个啥日到那个是挺些研究去。哦，那个该可能那东研究那种。这可能过大3年出了说，谁都不大叫，其实大致装不是管不大叫。大致装小这么个。这我就上这个。就上过吧，大致装大师就上过嘛。上，他这把什么那个就给我们那个。大致装那种就是上过。那种吃上铁火锅。条大中华算不得，大中华是上过。那个该要学会啥长板。这牙科上的情况，我研究生就可能嘛这个。研究生就说是嘛博士了意思。这研究生比博士研究生。该将来还是那10年多，3年之后嘛。10年多比人家大头的嘛，以前还是兰州的样子呢，可能个80个叫，比人家，感觉跟文化程度这帮感觉花样肯定个成化个简单不个，这不成了，叔就没良心些个。但那话这个邮部那个话邮部那个就是那个是吧？啥呀？跟北京口牙两个人是吧？但是那样些哥们儿感觉都最高真太扯了。一个抽去把你到那儿到个小要没的那个。北京口牙你再抽姑娘嘛，直接听你老美。你到那儿到个小要没的那啥，现在打死都是那个。该可能口牙那包装那啥子。后头都把，人口牙给包干什么？包装个口牙个两个你感觉还是比口往家就是北京口牙你也挺忙的。过年了嘛，鸟飞呢。我只是攒那个抽，怎么个？那个抽口小的，不要没这个呢。谁去个叫没去个呢？你打的可难没？谁去个叫没？你个这是上过那吧？都这个电话那个把手都快些，卡起个手机的电话个不晓得正常可能这样个，弄好号那就可能嘛。号不然去个。没把这电话了。那跟你，我跟你电话号码是比。我们个都不电话。都没。我倒是可能有个抽垃圾个，可以。能啊，那个不吧？对。我说话都是问题，这问题是个问题。国家的那周公布那个那是叫国家都是个。我说话那话那你会儿到最尾是跟那个都写自己这个这样子话那会儿，跟杨过是都前这个香港和那个抓到那个人，你看那个没有说你们抓着，他把一次但是一抓落不去。他们才个恐怖这个。我说话对你话那不可我们。打什么话算了。不，这你跟人话那只是不可给你话那到过来点个。打的话那算了。但是后来跟不是状况都蛮起来的，说是啥，没这这。跟什么抓个了？有的我能真卡了啊，他跟说我是那个。现在不是。这个。我是把这老喊话那个嘛。这我都是讲给你那前阵子把你那个头弄个15我听。好了。就从魏家山那话那是还是。魏家山的了。跟那个那个课上那喊的那，还有那个跟那个没难听了。不，都可以弄那个站好。这问题那时候过，年轻人觉得我那时候过，是这把扶那个没干出去那个没。跟都是个把水讲。这怎么干不是我。咱们俩不听，可是怎么办的？可怜的这人，多少看不着去，阿坤听那个抓啥个弄弄子。
我可能是，比他弄，那个路跟着那些养活了，我啥活弄？好嘞，这黑光什么这样的会儿，今天为什么个签字不看嘛？啊，这专的上那个我知道偏是，这个对了看嘛，看是还是你这怕过去身了。体一了还是嘛？娘娘这次花毛没是前年，成就了娘娘这次，有这个，弄点锅崩几个东西嘛。我娘娘这次是给你要贴边你不上的，特别不上成就了都要吐什么？成就那都是包的，成就那这都花那过么你的。这花那过去给你胡椒去，前年娘娘这吧，你比现在娘娘这是。啊，给你娘娘这次花了多就牛子吃。牛子都吃个了。这最可能都在豆儿上但是这个比亲戚噻，但是呢，都是会都在比亲亲啊，这我就是过去去，但是都个几把去了，还是这吃了上了。这个二老爷那个一般亲戚你那个上了，比亲戚都上了，其实那一般跟那这那个就是后面就是那锅儿是真吃了，锅儿先吃。像拉满的锅儿是真。老妈的锅是点么？贴边你锅儿点。咱是那会儿这帮子，锅儿是真是专门拉满的，哈拉工。瓜。那真的是。